房協作為香港特區政府一個好緊密嘅伙伴，我哋係非常支持特區政府喺房屋方面嗰個科技化嘅工作。北都嘅定位係國際創科新城，咁我相信呢，我哋呢一個共享辦公室呢，其實呢亦都有走咗喺一個前沿嘅階段嗰度，咁我亦都好期望呢係能夠協助到我哋嘅企業呢，能夠將佢哋成果呢係真係呢應用到嘅。我哋喺呢度非常感謝房協多年來對數碼港嘅鼎力支持同埋緊密合作，共同為北都提速發展、融入大灣區嘅建設，貢獻科技創新嘅力量。我哋熱切期待喺新一屆嘅計劃嘅初創企業，為我哋日益蓬勃嘅房地產科技生態圈更加添注新嘅思維，推動產業嘅智能化升級。數碼港亦都將會繼續發揮創科生態嘅推手角色，以房協同埋各界伙伴合作，促進更多跨界嘅建設，引進更多優秀企業入駐，加快北都智慧城市嘅建設，促進本港融入大灣區嘅高質量發展。